No problem. Bye. 又咪講榴蓮嚟使，又食榴蓮嚟使。係啊，各位聽眾，我哋歡迎老人到底嚟邊領學嘅嚟接噃。這個禮拜咧，我人嘅學特別嘉賓咧，就誒，雜寶寶咧走去，雜寶寶歡迎雜寶寶。Hello。你點解歡喜冇嚟啊？歡喜冇嚟啊？你講等陣，等陣。了個有老張國中，歡迎。大家好。了個有莫等等，誒，唔知白你莫。開車開車啦 ！Hello， 大家好。開車歡迎。你係邊來整嘅文的嘅水呢？在邊啲成個畫袋嘅人。哈哈哈哈哈！好，你看到哦？哈，一半邊呀？我是開下你嚇，開個燈啊，嗰時都開會做嗰時。我靠！對咧會啊。對啦。哇，真正moody哦，moody。哈。你看啲一擺潮，看啲directly 嚇嚇有。啊，你看，你可以你看啊，你可以你開嘴講係咪本真正甜了啊？係啦，你講榴蓮碰爬雲椒，頭毛下本時就好聽咧。好啦。你把蕉看落嚟，到底多少餅淡薄？把蕉看多少餅，你會多少餅啊？餅佢去你再見淡薄嚇，餅較氣嘅嚇，較氣淡薄，你較看落嚟。頭個硬嚟嚇，你個看多餅個，較氣多餅。我個放沙，我看水時間，佢氣多餅，多餅。喂，多餅唔是假餅。我就問餅嚇，你落嚟看落嚟。真問餅。你下落嚟嚇，哇個水，但painting嘅呢，哇cantik gitu。OK， 這禮拜咧，我準備準備嚟邊咧學嘅誒。來個。你實冇講 topic 嘅喎。唔講緊 topic 嘅。呢排話題咧，就是東京嗰時登嘅喎，東京嗰度登嘅喎。唔知喎，特別貴是幾好啲。講貴啊！有。古喎特別較貴啊。OK，特別聽講9月10月古來啊。哦，安裝登誒，安裝咯。9月10月古。係啦。我未講嘅咧，落仔話人家講咩啦？榴蓮燈，我未講榴蓮。啊！榴蓮啊，英國講是個隻。真是個隻。真真嚟咯！我細漢嘅時，我無蝦米興趣食榴蓮。我有好無耍嘅，我安尼款。特別睇下，我想我是住喺英國嘅樹啊。睇下我哎呦，我真正驚食哦！我要食到個嘔。你要食啊！我要食我把個要嘔，我要食，特別我唔捌做安尼款。誒，特別都在食榴蓮啊！都用手咁食嘛，味素嘛。你話你味素啦，個真濟字嘅人做洗本洗未啦？都是啦。所以我唔敢用攞技手食，我唔敢用我係隻手食，我用刀手。你知無？我去柬埔寨嗰邊啊，伊人賣榴蓮嘅單，伊人安尼搞啊，伊賣好多榴蓮嘅時啊，伊個賣好多一個。成個抓落安尼款啊，秋狼啊，唔是正秋狼啊，是抓落來啦，都你狼你入邊啊，用嚟食嘢榴蓮，好你家裏邊，你那個係你 plastic 嘅了，你別自辣啦，你那是真正有你自辣嘢 plastic 啦，無你，但係啊，你偷嘢秋狼嘅時，你偷可以多冰，可以被過掉物件，你點下格，你秋就無味了。係啦。人講我見我除外食，我食榴蓮嘅時候。你個榴蓮係啲車，然後放配嘅味啊，你講啦。誒，你水車啊，一部好你摘榴蓮嘅啊。我係啲我係啲我家己嘅車。啊，我對去馬來西亞時，我特擺水車嘛，特別水車時啊，伊現講你聽啲那邊啲嘅 contract，佢俾你車名嘅時啊，伊講你袂使摘榴蓮嘅啊，你摘榴蓮伊炒出個價價類嘅。你炒，先個放配嘅味啊，你真正炒咯。何我都冇炒，何我是我。冇，你榴蓮你夾走了嘅時啊，你榴蓮夾走了時，你車就是變放配啊。係咯，就是伊個收。我下自己就是安尼款啊，你我夾自己嘅時吼，夾去 Honda service 嚟車咯。
哇！你人寫 condition 又加 dirty， 滴 dirty。嗰個應屆都變到胖胖嘅係，你走梗唔是 stinky 咩？冇，就是 clean 加 dirty， 滴 dirty。呢是 sulfite 入邊。sulfite。OK，你冇俾可能，我未 screen share 嘅嚇。screen share 我看唔到我嘅 photo 嘅喎。我都到底只真濟咯。裝。รู้啊。hello，哎呦，我只隻咯。幾幾咯？我哋想嘅隻。係，我唔知。背掉。你特別隻榴蓮會隻用背啊？哎呀，食啦，榴蓮是你收呢啊，個管你背個是啥？你係住吹啊？你搞係嘛講嘅話成成。你未 stop 嘅啫，榴蓮你會講食少好就俾，都俾 continue。所以愛食，愛向面去。我是食榴蓮嘅時我。你食榴蓮？我未曉喎，我唔知成個講。誒，我講啊，近日我看到佢哋 Bloody 上邊有榴蓮大仙嘅嘛，伊係伊個榴蓮嘅名就集中嘅嘛。啊，哈，有一個。巴沙包對嗰啥？我有迄個，有一個伊個名肉油。誒，好聊咯。肉油是安怎冇食過喎？喲，肉油，你講我 XO 地好食㗎，你講 XO 地好食。XO 就是酒味嘅。伊個肉厚嘅，真細肉嘅，了伊煮細粒嘅。煮子。了伊個味素真勁對啊！你食了下咧嗬？你食了 XO， 你去食別行嘅，伊講下你咪較萬二啊，無食啦，無食啦。我每人帶我 share screen 啊，嗬，有攏會看到我嘅榴蓮啊未？會啊。哇！好 ，OK， 嗱，即係我特啲問你少少，我食隻榴蓮啦，即係上面你整嘅我唔知。特別話你看我只係時我用超浪，你攏看到我超浪。所以啊，我即係超浪是成 I think 這是第一首，是唔知得落啦。伊是成個做落嘅呢，特別要自己，伊家裡嘅浪子去啦，家裡了後食了嘅時候，你熟啊，你食那麼些呢撳家裡都食咧，你撳家裡嘅時候，一個卡硬感你知喲，是咩？熟掉一成個特別成個，我們成日都熟掉隻 condom 咧。啊，伊邊邊啊，你看伊邊邊啊，你未 fit 家啲手嘅，伊未成家咧。哈，特別伊邊邊啊，你看成家都塑 plastic 安尼啦。特別你塑 plastic 咗，伊，你塑膠只清氣就對啊，係呢個物件啊。伊有落得嘅，伊即個。哈，伊成家有白燈淡薄。嗱，你看到，你都看到一點樣嚟。加了用相嘅，加了榴蓮嘅人用相嘅。我不是該清秋龍食榴蓮。因為我被禁掉伊個血較好食，我愛用我個手。伊啦，禁人即係你做落官人，應該係清秋龍關係嘛。伊個手龍唔是 plastic 嘅。我意思講只係是得望到榴蓮啦。了我愛比我家裡食了我愛比我。唔是學別人比咩？嗱，比看。你看啦，你看只喲，伊 texture 哇！哇！誒，這裡冇淡薄臭啊！啲後邊嗰邊，冇啊！呢度冇攝水就冇。榴蓮唔是要緊嘅咩？煮臭唔是煮勁嘅，成糖嘅個好食。冇啦，驚講伊熟悉。哇！咁好。誒，唔是古早人食咧成糖嘅，我係咪裝嘅榴蓮？啊 John，嚇你可能看嘅是係咪裝嘅榴蓮？你知冇？有我唔知。你會記得專出四粒嘅。成日是攞係散榴蓮嘅。伊有下你開榴蓮嘅，下你 machine 嘅。嚇，開榴蓮啊！啊，正厲害啊！但係我有一個做工嘅朋友啊，伊買，伊用沙拉瓦嘅人，伊買一個開榴蓮嘅物件對去。特別嗬，嗱，我翕到嗱，開榴蓮嘅嗱，誒，即係有人講中啦。得咯。嗱。錯啊！真係我咪鬼個死人邊。我看你個情景。即係榴蓮那麼細粒嘅。啊，有個裝細粒嘅真係甜啊，你唔知啊？特別我個只係殼殼嘅。
哈，我嘛是甲伊考考诶，考考我诶是甲伊有考杯诶，伊个味素较复杂淡薄啊，又介好食好食，像个爽啊！爽。我知道食一榴莲咯，我食一天啊，我看到别人食物件 ，Oh my god！喂，買係苦的，我不要。可以食咩來？喲，嗰條湯啊，雲吞，食唔苦雲湯啊，雲吞係豆粉啊，用豆腐嘅湯啊，用豆腐嘅湯，係白嚟那邊嘅啊，誒，這是豆笨蛋係是冇？豆笨蛋加隻金蕉葉咯。嚇 Oh shit！小英嘅了 ，Oh my god！誒，金蕉好人，哦，對。Oh my god！哦，死我看到我頂住嘅 food 了。Oh my god！Oh my god！這是玩技能教育。Distracted。Sorry 啊。哎呀，死可能我小豬嘅聲唔聽看到。到對去榴蓮，對去榴蓮。แล้วลอง看อีกคนลองใจสิ係咪真嘅榴蓮？我無係咪嘢好，我會曉紅黑無上鏡個 D24呢？我唔知。我吃無出我吃，即幾年只興喎。青皮啊，少。誒，一邊往去食一邊咯。這是我看到 Rainbow 就是往去食嘅激情。我反正看 location 啊 ，location 呢邊俾寫去，呀 Teksen，Teksen。你眼看到我 screen 未？你去到落只？我就。這是豬豬。這是啲閃粒。冇看到你 screen。看到。啊，來啊，看到。你看到未？我未喎。我未看到。你未看到啊？我未看到。我會看到啊，但係冇 pop up 出來先得。閃粒嗰邊，即係你會看到你。可能先生你未找出。click on present for everyone。等陣我可能看過一道，我 screen share 唔掉是冇？我做唔掉。screen share， 我做把你 screen share 特別做一句。你開對小英的嘢嘛？安怎啊？你做掉了，你就是開對 photo。哎，你個撳起。我撳起 ，because 我做唔掉 screen share 呢？安怎做？我做到 whole desktop 啦，แล้ว你ก็係看到 start screen share， 所以你看我係開 desktop。OK。榴蓮。你係看到未？伊紅嘅雲了。啊，你是伊白人白，伊人係，伊可以人嘅看伊清查。這裡榴蓮啲柬埔寨啊，我食到伊較濟是上個門堂嘅榴蓮，是上個什麼榴蓮？伊味素干那甜呀。哦，伊無知啊。這裡。但係伊無臭嘅，唔是啊，伊樣嘅。去食嘅話，較無暑假食，因為一甜呀，伊無榴蓮嘅味啊。多苦啦呢。嚇，多苦。或者講拍藥嘅啊，人講拍藥。無啦，伊無拍藥啦，嗱。我暑假食吧，特別我無暑假食是干那甜，是甜，伊干那甜，無想講榴蓮味香，還是淡薄像個酒味淡薄，我暑假。嚇，我暑假咧，可酒味好食。咁樣嗱，榴蓮。誒，你放較大啦，你 screen。放較大，安怎放較大？嚟啊。OK, option click the green button. The green. Option click. 我掉往骨架要。Oh my god, 榴蓮我愛。這裡是啊，我啲食啲港嘅邊啊，大人啲過來啲笑啊，看我啲笑。啲食條你做咩？啊，我食一幾壓去啊，我食一幾粒自己食去。一粒榴蓮啊？嚇，因為我這裡是我啲去旅行啲柬埔寨嘅店食嘅時候，我去個阿莫人，แล้ว個咧我朋友個咧買來食嘅話，因為伊人個咧冇時間食榴蓮，你看伊喝 NSA。伊喝嚇，這個煮會就細粒隻喝。對，細粒呀嚇。
好大大了，只杜蘭嘅嗬，哇，好大了嘅，偏這裡白㗎了啊，這裡白了。特別要活嘅嚇，要活嘅，如果係食一個食一 end membrane 咧，到底我冇試過食，我冇試過食。我試過出去你條係害破。哈，我冇試過。誒，係你好笑，你看呢位係跟他甜了。哈，這裡跟他甜呢。因有咧榴蓮啊，以前個食粉嘅，邊napnap嘅，我冇試過食，我試過食咧軟軟。你又咖喱。我試過食咧食加軟軟嘅。我咪試過，我試過食伊配下。你倒伊就爆炸咧。啊，你女人嚟看。那成破出來啦，可能。流出來。誒，我講聽，我細漢時真係個榴蓮。我特擺我隻小隻榴蓮，因為個無咩隻榴蓮啊，因為嚟美國啊，嚟美國啊，我啥對起時，我知道我食我唔知關於我朋友教嘅，我對起做我是 best man， 我對起時用我用隻榴蓮咧，我食到一下，唔係是條直，但我冇啊，掃到你唔係，然後。sorry， 你是條直嚇，即我條直啊！我隻坎坷嚇，我實冇咩大隻，所以我直接你未啊，一出先榴蓮味啊，然後我變做成個冇咩事愛食，然後我食我冇10年我冇食條榴蓮你知，我對佢我對佢看條榴蓮，特別我冇人生成個我愛食咯。舊卵咯10年 ，because 你捉到隻。你我叫都係叫，特擺我頭先講噶嘛，我講我食榴蓮啦，特別就係我叫 hospital 我條直嘅喎。你是嘢好食落去嗬？我知道，我嚟講我吞落去，然後我知道對其時我食一碗，一碗，一兩碗，然後我講爽嘅。OK，特別我揾條成個淡薄，特別我冇條直，因為我派我同 Bruce 隻 S 話，因為個嘅嘛，我咪食炒麵嘛，因為貴咩？你冇 try 咩？Bruce try 有啲 try 過了，特別 OK 啦。依家冇時間啦，依時候睇哦，然後慢慢 try 慢慢別得閒。伊嘛 actually 嗬，伊 try 啊，伊無 try，伊 try 到伊，你在榴蓮頭 sometimes 是漸味啊，伊無咩，伊只淡薄是無咩味素啊嘛。無食到伊食吧。所以無咩食到，特別味對味別得閒。然後我咪是食咯，我夾伊買嚟食咯。咁我食，然後我講哇 OK 本來我成日我咪是冇講係夾食，我講我食攞血 OK 啦，我夾講一條食。等我佢一人堆啦，我叫人教伊堆嚟時，我知白朋友對你負，我知道是你人我並唔講回馬去，我背佢負攞，佢就攞啊。伊使按期係你講俾佢撞領咁樣叫咩啊？到落拗邊啊？到落拗啊？咩到落拗撞領到落回咯？冇想啊！後尾佢係抌隻垃圾，後尾冰起。刷來啊！刷來嚇。浪杯哦。浪杯掉。浪尾一落到去你台灣一間店有人看到我哋人開榴蓮嘅嘢，他並會買咯。因100位知嘛，伊要拍電話來講我榴蓮啊，你我去夾，你我是對去夾咯。去夾了對嚟時，我到外支付到辦公啊，到轉嚟食開咗食就是我講哎呦，我買超買炒了外支付我超狼咯，請咗超狼食，一食嗬。你哋知我會食喎，真係爽啊！你我就條直嘅就我知㗎 ，maybe 8血10血啦，阿咩對我嚟講就係直啦。是真正啊！我係問，食鹽水都特別鹽水，食鹽水嚇。哎，你講什榴蓮抓？你嘅卡係水啊！你看係水食個梨啦。我食白水你看到會了咯。啊，把你嘅榴蓮免食鹽水冇事啦。我食鹽水啊，奇怪，唔知唔是鹽水㗎，還是蝦米物件？我食鹽水啦嘛，我可能貴啊，貴得一點正貴啊，我冇學到榴蓮味喎。學出來唔是只香嘅咩？話榴蓮啊你。學你家己食咯。學白人我就喂，你啊，我拜只對嚟嚟啫，我味道。炒個半死。炒，特別是香嘅吧，你個錢。
我講啊榴蓮，咖喱啦，白人嘅內邊出來嘅咖喱啦，咖喱。特別我以前快會嘅，伊就我味到哇榴特蓮，別我齋是內邊白人嘅。我知你有知我逐擺堆啊，我真正少5個人過7個堆嘅。我較濟堆9個堆，啊無就是12個，啊無。誒見馬路啊榴蓮啊，舊年冬天我有嘅啦，這個少呢。So many 我都看有啲北回來，有啲太平，有啲北拉來。佢只個有哦。特別我對嘅點聲是特別是正月，還是11月啊，榴蓮檔都過了。所以我食嘅榴蓮特別是東海見嘅，所以特別是長江路還是格蘭丹寄來嘅。嚇，了是甘榜嘅，伊無名嘅，無裝嘅，伊是甘榜嘅。好食啦，100%嘅，哎喲，這裡是唔是花卉嘅？這是一張兩張啲入邊啲嘢花哪係純嘅啊？了伊拍個啦，是伊人寄來賣。哦，哎呦，是對嘅。哎呦。伊拍個佬來實對嘅衰。榴蓮拍個佬。但係又講你講咪，但係你咪你講幾個時個榴蓮都冇。哦，季節短期。應該會啦，應該會。我聽講是有啦，9月10月先是有，過一班咯。伊人啊，但係你咪是講下9月10月跟過嚟過一班。對，我聽講。我嘛講。5月尾是應該是出節了啦，平常時。誒，人講唔知今年落上。好呀！今年好水節啊，花個咯。了無結到，我特別我愛對 before 我走嘅時，我個7月呢時頭嘅時，一個較濟一幫，較濟來較濟，所以我有趁食到。然後你講有可能9月10月可能佢出個對個一幫來啊。我嘛講伊做榴蓮 ice cream，但我對去食。哎呦，特別較濟啊！我是較食榴蓮啊，特別我唔是較食榴蓮嘅味素嘅物件。對，我想我等間你食到無地口嘅雞，都冇，你都改，你都 change 啊。我唔使無地口嘅雞，我有加工煮我嘅雞。加工用木生經嘅去買去Birmingham去買了伊喺那邊，伊嘅榴蓮雞有正有你會食到一粒兩粒嘅榴蓮那邊嘅。都是無地口，都是你講啦，特別真正貴哦，伊嘅雞。我邊一路俾佢哋木生經。好平啊！這邊一杯一個 kilo 14磅。14磅1 kilo 嚇，所以你若是買一粒啊，攞3 kilo 啊，你會興伊夠加40幾磅了，40幾50幾磅了。我本時會興啊，我本時咁先會興啊，我諗住邊1 kilo 60個啊，ringgit 60個、70個、80個，你講？我是差唔多成個，啊，差唔多成個咯嚇。特別英國較濟是零嘅嗬，伊較濟是什麼？無，伊是錢嘅。你人被 complain 咩？伊賣啲 Chinatown 嗰邊，特人知啊嘛。我驚對廚師喎，我哋未傻啦你。我驚知道我家己嘅廚，我插甲別人啊。伊係未被搬出去咩？啊，我冇啦，別啦。這邊零嘅哦，零可以，伊比較別啊，伊比較別貴較別人。特別我特別講啦，我那時我 cleaners 來做嘅時，我特別睇下伊人關係嘅話啦，我頭先伊人20年過嘅時啦，我定20年嘅時，我話要請下嚟 cleaners 來嘅時，伊人。較無安尼關係嘅我係款啊，我特別寫佢人一個字啊 ，please don't look for anything dead in the house. It's a durian fruit. 特別睇到伊人知啦，伊人較知伊人，所以我食榴蓮時我寫一個字 ，sorry for the smell, ate durians again. 可以人俾。伊人甲你寫咧幾年啊？20幾年啊？嚇，20幾年 ，actually 唔是我請嘅人，是我係 partner Anthony 請嘅人嘅。人請嘅人是說，我甲 Anthony 講
較好可以人寫啲樓卡入面可以起樓頂，無人唔知伊人關係看落去打波大啲上房間啊！特別啊，睇下伊人看到啦，伊人介關係個人啊，伊人無插啊，伊人做自己無插，安尼款嘅物件。係啦。basic 嗰陣時啊。係啊。แล้วโอเค我嘛好啊。嚟跳歌。我嘛好啊，驚伊講去榴蓮粿餅還是榴蓮 ice cream。哦。伊講去做一下。榴蓮粿餅。榴蓮粿餅會有真正貴嘅。上個榴蓮糕呀。我愛燒松度嘅啊，嗰是咩呢？免燒。我咪食過冇生經嘅榴蓮啊 ，actually。你話攞榴蓮個邊了，但係我看到嗰啲。你哋講生經榴蓮，冇生經嘅粿餅。Instant 呢？我食啦，特別。哎呦，真正貴咯，阿 John，你看到伊價錢無？成個食金嘅呢，食了會高啊。就我俾一粒啦，唔係一粒，俾一粒。應該係。特別 actually 成個榴蓮粿邊咯，成個香港講嘅成個榴蓮粿邊咧。我拉沙係我冇生經嘅嚟做榴蓮粿就拍生咯。真正拍生啊，拍生。是咯。較好食哦。嗰隻是伊啊，係你無安尼好嘅榴蓮嚟做。無安尼拍生。嚇！無是無甜嘅，了伊加係糖。你講下面物件？Something as a dessert or something 有榴蓮呢？你有食多多無？多多。Cendol also。多多。嗰隻係物件？嗰隻係物件榴蓮？我有食嘅啦，唔是煎嘅榴蓮啊，伊人夾去煎嘅。成個全部得嚇！去煎嘅。哇！真係好食咯。多補嘅冇咋？補嘅有啊。邊呢？補啊嚇，貴粒。係啲灰頭頂面。咩補啊？要問立去女去。嚇！補個坑。你有你啲全部有啊。做咩全部大家是能夠喏，一個定定嘅一個女。全部得。全部大家能夠無相嘅，女是女。但係伊味素差唔多嘅味素。女一配什麼相款啊？能夠叫 jackfruit，全部得叫係咪？怎麼打？我想話伊阿冇無半嘅啊，伊人攞。係啦，隔了叫 jackfruit 嗬，但係都只定定嘅，但係就女。伊人未曉半嘛？伊看生差唔多相嘅。嚇！伊都唔知。浸不啦？伊人都唔知清楚安怎。啲嘅係食爽。我是個食，我怎會把個口喺嘛？伊個雞滿有嘅啊，伊個雞。我有食啊，頂陣我有去迄個我啲都咪是有開一間咖啡嘛？叫咩名啊？唔是無地口啊？不是無地口。你無地口是啲得咯？啲 Transfer Road 嗬。哦 ，Transfer Road。是哦，我未記啊。我定要去。我去一道去看。應該是 on the other end。Hello，你看到未？這裡是加工廠啊。即點心嘅點心。唔是，這裡是煎嘅，伊人做。特別點心嘅店嘅。唔是，這裡是啲Birmingham 嗰邊加工廠啊，加工嘅伊人廠，我甲我媽甲我哥去食嘅。你看那邊啊？榴蓮啊！喲，這邊做嘅是嘢咩？這裡是貴粒嘅冇生經啊，貴粒，這裡。你一核夾出來了啦，一核好食。一頭一核好好啊，就可以水水，你去夾來煎，你看。哎呦，伊個瓜邊啊，蓋爽蓋軟就個。這個皮真好食嘅，這個皮成個米粉啊，你看你幾好食。哈，哎呦，蓋好食就可以。這個三粒要幾鐳，幾磅？我未曉加工車啊，我唔知。加工車嘅。榴蓮 cream puff 唔是好食。榴蓮 cream puff。好似係等你成整好嘅做好多嘢，榴蓮嘅 cream puff。嚇係咪？我要食榴蓮咯。不好食嘅泰蘭嘅。泰蘭嘅，嚇，不好食。不好食。嚇，我是到底係在啦，係會未食榴蓮咩？應該是有啊，我唔捌食過幾個時，我對迄邊咧我個食。啊那，我夏威夷 climate 可能邊咧差唔多相。無安尼熱啊，無安尼熱。啊？無安尼 humid。比夏威夷較熱啊？無。是啦。差不多。這邊未流汗。哦，如果咧 humid 哦。
無安尼囂咩？那這裡是英國嘅白榴蓮啊，你看伊價錢啊，這裡是幾耐年整了啊，你看伊價錢9.88，按照講啊 P 啊1 kilo，睇下你賣睇下你看你價錢了，佢價格真真濟了。幾多隻當幾啊㗎？睇下是14半咯1 kilo。碎粒啦。哈，水1 kilo，一千1 kilo，所以你看這個大粒啊，差不多3 kilo，3 4 kilo。哇 ！Oh my god！哈，邊個係你貴嘢啊？邊呢？啊，少啊，特別我本少，你看伊個把白白嘅，伊個把白白嘅，好嚼好嚼，甜啦，真係甜啦。唔是榴蓮嘅，嚇你香嘅邊。哈，無香嘅味了，伊個味素本真正普通啦。哦，誒，這邊嘅 normally 係你好料嘅，伊個色啊，是成個 orange 淡薄嘅，嚇。成個紅蝦啦，成個紅蝦啦。你有咧伊淡薄成個你款淺淺嘅，個白巴油白。係咧，無特別伊有淡薄成個紅色安尼 pink color 安尼淡薄。巴油可能是白嗬，伊白。了本是有一種嘅榴蓮啊，伊白黑嘅，你捌食過無？咩哦，黑哈， brown 黑哈，我想伊名是長西啊，長西。哈，這我無夠管，伊是這，特別真正派脆，特別味素像個榴蓮嘅味素啦，無。elephant 嘅西啊，長西。哈，一個長西。啊，伊個名是長西，了伊色是黑。哦。我 Google。唔是無黑成個黑啦，佢伊是較成個 brown 嘅色啊，哈，唔是。曬色啊。哈，成個曬色啦，淡薄成個曬色。誒了，之前無來啊，我希無。那無看咩先，唔使走去度，可能無 internet 可能無 internet 啊。出了安怎個再接到對嚟？我就打未曉接啦，都接到對。你不要，我當媽媽去攞 link 嘅時候，攞小去 Google 係。小頭一刀嘅 link 接未到。就頭一刀嘅 link 是無上 show 嚟。哦，I see。伊 every show 無上嘅 link 嘅。無怪啦，未怪啦。你若是到啲 Skype 會甲我講咧，我就 copy 即 current show 嚟咯。特別你 set 到啲 Google，但是你不要用 Google Hangout 咧。我諗住都未掉啊！你個知道對佢去找我 cousin 咯？伊唔知伊未記，我是住啦，其實。我時間講唔知伊做咩？我講我對佢，我隨時我應該看。伊會記我auntie，但伊未記我。哦，冇事，冇良心。了啊！唔知伊會唔會你會移哦哈 ？maybe 人會記啦。了OK。你無看到迄把咧紅色嘅把就有啦。你看，這個是東海見嘅榴蓮，你看伊價錢，這是幾耐年整了啦，就個啦。看伊價錢是，你未讀到啊？是白啦，這個，哈你。伊價錢你看是阿莫丹嘅價錢啦，即係即係未看到上白你未看到，即係是差不多10塊呢，10塊一 kilo。即係啥物榴蓮？金鳳榴蓮。金鳳榴蓮咧。哦，金鳳榴蓮。即邊本有賣金鳳榴蓮嘅啦。你想講愛去葫蘆嘅時啊，伊所看到人賣啊嚇。但係我看我只係是金鳳榴蓮啦又。我未有看過口嘅喎。伊成個是金鳳榴蓮一起就食機，可能係嘅，唔知。唔知喎。冇啦，你咁樣看了梗係多咧咩？我感謝。頭晚看咧嘛，你講頭晚看。可能一邊。看到啊，為乜事看到？你是阿莫丹係咪？我係聽到我未？會啊。我 camera disconnect 了，被 connect 了，唔知咩事。Why？等下我出去了，我接
個知道。那你看一起，你看一起。你真係榴蓮嘛？叫榴蓮咯嗬，你話你按摩榴蓮啊？做咩叫按摩榴蓮？按摩榴蓮對，我冇接觸過。個按摩奶奶，個按摩榴蓮貴啊，大佬。奶奶按摩咩？按摩奶奶，按摩奶奶。你見到老尾話都好似一隻貴啊，你講。想下面來按摩呢？按摩榴蓮有啦，按摩榴蓮。唔是，你按摩係咪弄啊？古早人是教我人嘅，即係你不頭嘅。我都冇呢個，我去過去打你真大粒嘅啊！你講真貴啊！我聽住嚇，係都對唔敢買。係咯，當然大粒嘅啊！我晚上看到特別我冇買，我嘛講冇。真正大粒嘅啊，真貴嘅。我暑假食嗰陣，以前淡薄水啲淡薄。你都咁嘅紙配出嚟。啊！點解我咪是咁配出嚟特啲喂？叫做係咪sour？收是按摩榴蓮嘛 ？No， 那是 custard apple。custard apple 啊！我都從未冇食。我知道看到我嘛講買，冇好食這種。啊，古早樣整嘅細粒好食。啊，多粒。自己整嘅嗰班。我是長唔到走去到嚟人冇地去啊。我咪講冇啲嘅喎，那是你多粒嚟講，呀。我真細漢時食啊，食隻菇咯，你。啊，那你慢慢粒咩？你貼一配下，我特別嘅隻頭姜。有隻頭姜啊，對。你靠，你靠嘅去配下面，sometimes 就冇刷嘅，耶。啊，你啊，隻菇咧，隻菇冇食啲咧。我記水啲咧啦，有隻配。配啊！我係家等入邊嘅生就長起來呀！哇！每隻哦，生就長了時，哇！我真歡喜咯！我咪是特隻鴨仔咧，一生一粒薄了，薄了，生特別嘅細隻，特別生一粒薄嗬，然後我拍冇去一邊嗰時就同佢浸嘅，哎呀！發生，你有時冇見到就個咧拍毛去入邊，佢所謂膠特擺入邊放曬放住，拍毛去一個硬牆嘴啊！你看這個 link 那個神奇，關係榴蓮呢？你人做佢。榴蓮。榴蓮真好食。啊，係咪？過嚟啊！係夏威夷啊？使啊！我唔係去夏威夷哦。你嗰個 Honolulu 啊，你？嚇是啊 ，Honolulu。但我 share 嘅，我唔係去過咧。過嚟啦，我錯咗。我個話個真係愛去夏威夷，特別去是馬威，我去馬威大去去起。馬威啊？啊，人大啲去起嘅，因為人去 surfing 呢。去一島呢？哦。人去 surfing。我哋搞 surfing 哈，特別人去Oahu，人去 Honolulu 一島呢。Honolulu 柒呢啲濟人啊，我較無爽好人。是啦，咪去維基基嗰邊咯。係啦，就是啦。Diamond Head 個啲濟人一個，無爽人去起啊，去人有嘅島啊，人去起啊，伊上加邊人古早嘅點先啊？你看。哦，是啊，真係爽啊！嗱，這是 XO pale yellow, tastes bitter and extremely soft, fleshly。啊，安尼我suka。好食啊，真係好食。安尼細粒啊，你看。好似細粒，嗰隻。看榴蓮嘅刺呢，你看到？啊，看榴蓮呢？哎呦，我該見食咯。這是Golden Phoenix 金紅。啊，到咯 number。即係 XO 真正好食誒，特別做咩無 from 邊咧嘅 from 咗好緊頂嘅嘛。啊，你 XO 嘅我知，有淡薄會酒嘅味素誒，淡薄會酒嘅味素。嚇，這裡是較黑嘅啦，你看這裡。我嚟蘇丹啊。叫蝦米？即係蘇丹。4呀。哦 D24。蘇丹冇貴嘅啊。D24 較貴咯 ，D24 上加錢個冇上鏡啊。D13
deep burnt orange。我是个食，像个这个 D101呢，一配嚼嚼啊，成个蛋落去就破了，已經熟。咪卡硬白。DI。我伊女係啲廚師。D1。這是 D1 咯。對哦。Flesh slips off the seeds. Milky taste. Oh, what's that? What does that mean? 這是係咪意思？ Has a light crunch on the surf. 特別斜海嘅隻啊，特別斜海嘅。你食去條件呢？伊個那一家人們都 surf 掉是。誒，你看這粒啊，你看這粒啊，伊有一分啲一百啊，我那時看到安尼講，我都無爽了，因為一打去了。一打起了，一嚼嚼啦，一嚼嚼就是女嘛。較濟是打了，無把水了。是咩？哎呦，啦，這是類 D101 啦嚇。D101 嚇，你講嘅啊 D101。有曬啊啫。我講係咪？唔是啊，紅係是嚼落嚟食嘅。卡落。OK。卡落。red 你是紅蝦啦，對面是紅蝦啦。你有講下你 elephant 嘅曬冇？冇啊，我家己本是吹。特別要係咪 black pearl 啊？ Photo first or name first？怎麼看？呢是 photo first 一個 name。Oh, I see. So 貓山王。No, 你看伊 like that，你係個 golden phoenix。這裡一朵 banky。Oh, number 2 to point. XO, D24, D13, D1. D101 I had le. D101 is orange, red prawn, orangey red. Anh cho orange. Sao anh phai kia là. Sao anh bột tiêu了. Anh cái gì number 2 sao anh bột hạt tiêu lo. 有可能 D101 冇hạt tiêu. 係咪金 Golden Phoenix 係咪嚟冇食過？金項冇食過。Red prawns 應該係你買 red 了。真係 red。依度俾換來 red，แล้ว這裡是 green bamboo แล้ว yellow แล้ว。One green bamboo I think。青的。Black pearl。青的。珍珠。特別我看到你款嚟食啊，我真驚，唔知好食冇食。唔是嚇，成個價錢都比冇着安尼，冇一看是。你別講嘅，你別講。我看咧，我係炒目椒嘅，安尼款利勢。我捌看到榴蓮啊，無食咗一個白白，你食了，哇，真係好食。我食你有你成個大榴蓮嚇，伊白個冇乜教喎，薄呢就配伊薄咧薄嘅膜啊。冇心啊。แล้ว你สด但薄咧伊只只特別伊白真係胖咗啫。伊冇咪白啦，伊冇成夾白冇教特別伊拍伊就胖，你特別隻血咯。我有我攏有講到榴蓮。有啦。就有咯。啉罐水呢，跟那啉罐水呢。當隻榴蓮咯，攞隻。咩啊？在我就愛去食榴蓮杯。嗰陣，我暑假榴蓮啊，參白飯食甲鹹糊好食。鹹糊啊！佢嗰陣細漢嘅時，我阿公教我。我無關是食榴蓮甲像甲食甲飯甲食甲安尼款嘅物件，我無關是食。我唔知嘅，我去holiday時，我去大我阿公嘅厝啊，哇！伊教我通食，好食。老人教食，我講聽我係食。我係媽。伊食甲煮嘅菜咋，但係樣煮嘅嘛食甲咧。對。แล้ว我係這邊嘅阿媽食甲嗰邊哦。我唔得咁樣，安怎食？但係伊個本事食。人食三倍時候，因為咧平常時一倍咧，一壺榴蓮係多。咧，這件事我有 test 過了，伊個講下，你夾榴蓮，你夾飯甲鹹糊嘅好食。我唔食好食。尋鹹糊頭先聽到。鹹糊好食。你知咩事喎？伊味素甲鹹就冇好食。我係媽，但係我人再食細漢嘅事啦。你夾白飯，你係淡薄誒灌水咧咋？所以食淡到。係女。你係飲到啲你水，你最一聽水參飯啊！了要湯啊你啊！會嚇，無講就湯啦，濕。一攬啊，佢一攬落去啊！濕淡薄咧，飲水嚇。
加伊嘅飯摻榴蓮汁就真好食。看我這邊大啲英國啊，我做 desperate 俾食榴蓮啊，我準備去買啊，你看。係咪嚟？榴蓮蛋。Eatless 喎。冇啦，是伊嘅榴蓮啊，特別。我唔知你話嗰啲。嚇，แล้วอีเท้า伊หุดอีเท้า伊จี那邊เท้า出กัน啊5บาทเนี่ย啦。好食。好食會香哦。是伊無味啦，特別像個榴蓮啊，甜甜嘅，看這裡雞嘅呢？鹹地啦，這是鹹地。冇貴嘅咪食咯，我咁。特別你看啦，這裡是8%榴蓮嘅啦。哦，我看到喲，我看到到底正有店，我店當人店，我肯定要去買啊！你在 Bruce 上面揀食咩東西？跟我講，我rendang啊！rendang 係你應做呢？你自己做煮嘅 rendang 係你應做。paste 你嘛？我未曉，我唔是去買嘅 paste 嘛？我就是買 paste，後邊我冇，我自己 from scratch，我未曉。你個食了嘛？你特別有長毛。個有長毛，個要 grease，個該啦，愛杜米啊，那古買啦，佢買 paste 個用啊。嚇，我不做一杯先一用呀，你用 shallot，用橄欖膠，用白格萊，แล้ว係長毛，แล้ว你整起來用整庫推，特別我用鏈嘅啦，我 blender 嚇 blender。แล้ว我電子個煮呢？ yeah。But 你 paste 位嘛，煮餅呀，煮餅。哎呀，睇下你嘅杯，伊嘅杯先咧硬做，佢較硬啊。但係我講 after recording 嘅時，咱去你 supermarket 嘅 Oriental supermarket 吹看有你你叫咩 rendang paste，哎呀，到時咧當劍講啦，我想買榴蓮，伊買啦，伊唔知驚隻榴蓮。Oh my god！What？ 喂，fresh 嘅一隻 ，frozen 嘅一隻，因為炒嘅是 frozen 嘅 ，but fresh 嘅一隻。你啱食冇？嚇是啊。然後我是看到特別成都係，唔是成都，freezer 有係。但我第一擺看到，我唔知講搭落尾又唔知好食哦，我冇買過。我把路看到把油嘅榴蓮啊！啊，咩食嘅？你這碰碰嘅，像個把油，你看。我 send 下你好了。我 send 下你 link 好了。碰碰嘅像個你糖啊，你看。正嘅講俾個份你。你諗起你係等人嘅菜店嗎？你係買掉這類唄。咩嚟？瓜rendang 啊，用這類較硬咯，嗱，這類漂半好食，我特別買這類漂。你係咪咧？頭晚藍色嘅這邊有味啊？嚇，這邊有味是 Brahim 寫啦，掉啦，我買條餅嘅嘛。啊，這邊你咪你寫啊？我想你有加個英國嘅。啊，我寫一個 one pound and 10。冇啦，這。嚇，這裡是我買一餅嘅，特別啲馬來西亞本事嘅買。Brahim 是 Brahim 是馬來西亞嘅咩？哦。伊個迄個 biryani 啊，後面覺得真好食嘅杯，做杯，倒進去呢？杜米呢？啊，你干那杜米呢？真正硬呢？你係飲杜米？我買是安尼。你家己做你會 crescent 啦。哦，這邊 crescent 派做。你買但是個 coconut 啊？你去 baking 嘅位，你去 baking 嘅位，你去買但是個 coconut，แล้ว你夾你會點，係淡薄嘅油，係你會 desiccated coconut，嚇 oil coconut oil， 嚇，แล้ว你อันนี้ทูมิเก่าๆอีผักออยเสีย你都佢哋食แล้ว應該嗰個快，因為真係硬呢會燒啲出嚟嘛，依度啲嚇 desiccated coconut，對。像個 crescent 呢？睇佢這裡哦。啊，咩嘅？哈你飄我半烏，哈你飄我半烏。有呀。哈你飄我半烏，特別我食了。我直接係rendang sup嘅煮個吧。哈咪嘅白半烏，我 suka 樣嘅白，所以我煮樣嘅白 lamb rendang。我較冇 suka，我較冇 suka 食 beef。這標本好食。beef，你是咪煮 beef？這是。這係咩貴州湯？好啦。哈你煮好食，我有哈你。這標真好食。哈 snap，我有。咩標誒 ？clay pot 啦。
田师傅啊。哦，我听过。咖喱拉沙是咖喱面啊。等緊賣正貴啊咯，古早冇安尼貴，等緊正一人買嘅正起價啊。哦，但係你講個面下，我俾梅朗，但是我俾係二百啊，我俾係咪百 ？What part of which part？嗱，你看 snap，應該這樣啊？嗱，應該這樣。嚇？哦哈，應該這樣啊？我話是我俾係 beef 啦，嚇，喺rendang 入面，我俾係咪 cut？係咪？ Which part？ Which part？ 係咪 cut 啊？你背你買卡哩呢？卡哩呢？真正看靠只阿婆，你特別 pressure cookie，阿婆伊真正定一百手定。你做rendang 你是俾就快煮或者一個 tender 個，還是你俾不。煮正咕咕嘅。你袂使食伊嘅 beef ready 啦，邊啲人當。伊特別，你若是用 beef 啊，你看有肥無？有若是有肥，你有免煮緊嘅甜。你若是真正若是無肥做一個啊，你特別用 pressure cooker。啊，嗰個煮正咕咯。嚇，煮真正久。特別你袂使，你特別改啊，你特別改啊，你煮小久，伊煮小大。嚇？Happy birthday to you. 什麼火嚟？ And so say all of us. Right. You gonna blow it, Ryan? Go on, big wish. Ryan, put on the camera. Which day was Spider-Man? Bend down. 阿咪啦！呢個 surprise party 啊，係咪啊 ？Sorry。但我保你實人。我未見到。哦，我實人 surprise你啦。可能是係咪嚟 video 嚟啊？未啦。呢個冇啊，呢個 surprise party 是呢成節係咪？啊，我哋看條 video。咁樣你學我看得落啊，冇 share 人看過。你講我哋八要。你第二個 link，我唔俾 space，俾 has space 條。你看到啊？啊，唔是另外一個。This one。我。啊，你看白油，落去，一杯杯那個白油啊！但我都被幫住。這啊，冇，這是陽光。兩個都落去啦。這啊。啊，你看有杯那個白油呢？白呢，胖白。啊。acidic 嘅喎。做食嘅你知嘅叮當啊。食水水啊 acidic。嗰時食嘢刺激你知。The flesh is white fish while the taste is quite bitter but nice。白油，冇聽過，冇食過嗬。冇有人食，我等佢食見少。啊，燈了嘅。你食個咖啡啊？這裡佢叫做即係咪嚟 coupling，這榴蓮冇聽過。Unusual name because it looks like two durians. Oh. One big, one small. 嗱，即係你話個咖啡，即係看白絲，我看下幾哩嗬。即係赤皮。赤皮哦。即係食個冇色啊！你看你看字啊，你青。吉辣咧，吉辣，你就曬一隻冇白水嗬。我依個詞啊，我呢時個個食嘅嘛，即係青。哦，呢個 answering machine 啊，喲，應該將全個你留，安尼。十個唄。安尼 old school 嘅。將啊，你全個有，應該將你全still answering machine 個啊。Sorry，係咪？你全 answering machine 嚟啊？嚇有。哇！嗰個攤味咩？有啊，我嘛有。
哈咪？你做 answering machine 呀？有啊有摊买过啊 ，supermarket。，Costco 有啊。Costco answering machine。哦，對，伊插咪 phone 嚟 call 係啦，你唔會哈咪？即是我係哈咪 answering machine，真正普通嘅物件。係啦。唔會哈咪？冇啦，嗰個人用 answering machine 個呢，當今。你冇啊？我冇 landline 呢。哦，我本是有 landline 個啦，我係 landline 是 voice over IP 嘅，真正幫佢嘅。哦，個 answering。嚇，我卡掉馬來西亞冇鐳嘅啊 ，free 嘅啊。อันนี้ตัด哦，แล้วว่า卡，我那是卡路啊，卡路嘅 handphone 啊，本是 free 嘅啊。โอ้ 啊啊，เนี่ยมาตัดเหรอเนี่ยตัด誒，你會聽到啊？係啊你大媽聽到我係 GE 靠啊！哦我幾日冇聽電話，你人上講係死驚做係咪鬼？ น้อยอังกฤษ啊，就是我講伊人聽了，我參加邊個去見先裏面插亂話，我是冇按，我冇應呢個電話嘅啊。佢知冇嚟咯，應該點？係啦，就是啦，我冇應呢，睇下我幾拜啦，冇做半行了，所以我較歡喜咯，我苦掉加路人。我4點幾5點個 channel，誒，你係咪4點幾早ตัดแล้ว啊？你9點，邊咧9點，這邊就是半暝3點，我3點起。是啦，哇，就是啦，啲夏威夷是嗎？做啊，完咗咯，參過咗不完咗。就接榴蓮。係啦，實際榴蓮。OK，嗱是講好多人食啊榴蓮嘅 flavor，咪其實做冇上物件嚟講。我只激咯，我不只過。煎嘅咯，但係咧煎成個煎全部蛋。 ice cream 咯 ice cream。ice cream 是第簡單嚟了啦，ice cream 是第簡單。我唔知食阿咪個。我唔捌啉過啊，好食我無啊？我看過伊個 Insta。我食掉，頂住我食掉，我有去咧。嗰啲我唔介意咩。伊人有賣伊一包一包嘅啦，你啊 instant 嘅啦，泡嘅 instant 嘅，我捌看過，特別我冇買，因為我冇時間。我本是未買嗰啲。咗 artificial 的。嚇，我冇時間食下咧，嗰了是 chemicals 嗰了。我會記咧，唔是咧，家己做嘅榴蓮嘅 ice cream 啊，是頂到榴蓮嘅 flavor ice cream 啊，加上加一個加工嘅 ice cream 嘅。係你薄當嘅，好食哦！係你未去啊？我是 brand，你加工 ice cream 真好食。我伊無 brand 呢，係你薄當嘅是一個人切伊個包裝包起來，好食咯！伊無賣啊，伊唔知。伊個算夾濟貴，伊個 cream 甲啥物？你下啲都會煮真久啊，流血啊，你煮。哎呦！有啊！啊，我啦，我細漢。這裡我會記，這裡我唔知。啊，這個我會記。我想未來。榴蓮嘅 chips，誒，好食，這好食，我細漢就會啊。popcorn，榴蓮嘅味素係 popcorn 啊。你冇食過榴蓮嘅 snack 啊？細漢就會啊。馬來西亞好食。這我那陣開我係 primary school reunion 時人買啊，我唔敢食，我笑掉。笑個歹去。我唔敢開哦。然後伊個榴蓮咧，有時我夾幾難 back 即係我 last back 嘅，我唔敢食。應該是未派 preservative。我嘢啊，誒派嘅，伊裏邊有油嘅，伊油嘅臭赤誒。對咯。冇食榴蓮嚟頂嗬，特別嗬，但你睇。我食嘅時候，我食 before 我食個了，後尾一包時候，我食掉是 Bruce，我講這是 artificial flavor 比我死講。好，特別哦，伊味素即係個人食你薄當嘅榴蓮，薄當 ice cream 上嘅味素。好食嗎？叫榴蓮嘅 essence，你唔是？咩榴蓮 essence？Man講嘅話，榴蓮嘅 essence，有一個年，然後講叫我夾對學伊啲榴蓮嘅 essence，是我 bag 裏邊，哎呦，我 bag 啊，榴蓮嚇，榴蓮嘅味，誒咪點啊？我是真是垃圾咩？我爸，你叫我，你人就是去看 Apple 嘅事，嚇，呀。
哈哈哈。以後你喺度講，死位車有榴蓮味啊！哈，就是啦。啊，我第一搞混到你快物件啦。我咪成，哎呀，但係我驚嗰陣時對嚟後，你就嗰陣時，咱到底買，你就買貴，你 custom 都買食啲咧，係咪咁？對。喺馬來西亞人會做物件嚟，冇啲咧走過去。我掉過嘅，一個搞了跳出來。你聽咩？嚇，冇聽下咩啊？只衰有陣時。text。But if 我搞我按過咧，依樣個冇 check 按摩嘛。你看到得啦，就是啊。特別我讀正樣 racial profiling。我讀啲 LA 唔係條叻過，特別我冇講到啲嘢咪 ，sometimes 是嘢就咪，當時買係你物件，講伊實實條嘅你不別字，你可能南邊有係你白虎嘅啊。Itu garing-garing ya. Ha. Masih bahu masih bak lo. So, apa declare? What lah? Mana hal si bo kami. 反正你 declare 叫你 explain 個頓。我咪講，你講，對，你是一個我咪個比較 Bruce 跟食garing-garing。冇，你免驚，煮過了嘅，伊無插了嘅。哦 ，OK，你冇冇。誒，你知我未記我買 sausage 就我去 Denmark 嘅時，唔是 Denmark，Germany 嘅時，我買 sausage 對，好彩冇 check 掉。我咪是買 cheese 煮過了未？伊 sausage 煮過了未？成個是煮過了。煮過了不要緊咧。But cheese 是 OK 嘅嘛。你那是現開了現食啊，伊是冇 problem 了。特別伊有冇問題嘅。伊係咧是因為你看你 carry meat product 哦。meat product 伊講cheese 袂使咯。你那是特別煮嘅啊，伊袂好你夾接。我 salami 冇煮過嘛嚇 ，salami。salami 幾係啫噃？了 salami 你會現食了，冇問題。我每個人 cheese 有 cheese 人冇插嘅啦。伊早啊，邊嘅我甲講，即個唔是 dairy 嚟咩？伊都白有 label 嘛，唔是 fresh 嘅。你講咪你是接去邊個還是你出？接。你接邊個啊？譬如喺你我唔知啦，喺你是。哦，你講 meat product 伊幾人嘅？喺你是馬來西亞誒喺咪我唔知啦。我當佢我個 global entry 啊，個較快啊，我知頭頂。None to all, no to all 咧，時候頭水啊，所以我冇去 check 掉，特別我就冇驚啦。亂嘅咯，有係咪咯？有我頂住腳對喺上面咯啊哈，巴虎，意思你在啷裝到邊嘅？當哇啦，要到哈，就我部你在係咧阿基 pancake 啊 ，super tanker 明？唔知喎。你係 super tanker 我知，特別係咪阿基 pancake？阿基 pancake 特啲我你未白標係明？講我就問餅。我係咪 pancake 啊？冇 pancake 嗰時。班長龜。班長龜阿崩啊！班長龜阿崩冇上嘅啦。班長龜是阿你大地嗬，定嘅。no end。班長龜較舊嘅啦。係舊。哦，你唔叫班長龜啦，你是舊嘅班長。no end 啦。伊是拖檔嘅，伊唔是 no end 嘅，咁啦咪是 no end，班長龜咪是。字唔是叫阿崩咩？阿崩是較薄，阿崩係見招，班長龜是係見招，係拖豆嘅。係你斜嗎？啊，斜的。我諗叫阿崩呀。後面冇叫阿崩。哎呦，冇 ，actually 只行阿崩，好似阿崩嚇。阿崩木瓜啦，即係阿崩木瓜。阿崩木瓜，我講係見招呀，你哋話佢邊啲咩事啊？阿崩乜咧？唔是係見招，係咧，伊叫石地龜，我講下面是石地龜。哦，你話叫阿崩乜咧？是叫係見招嘅，伊是咖啡嘅。แล้ว另外嚇，屌死你！阿崩咧，就是南邊要女咧，邊個garing嘅？嚇，唔是係你唔是，你講字我知啊。係你個胖會壓張。係打工嘅拖豆嚇。係咪聊本會啦，吧路嚇？嚇，你就是咧阿基邊嘅，就啲下邊就是係咪聊本會咧？係牙啦，係白虎啦，係咪格啦啦？但係學等中華學等嗰邊冇。哦，你阿基邊嘅係咪要俾一把虎？一把虎是
伊个肉吼，伊毋是蒸，伊肉是切切鐵有一條嘅嚇，鐵啊，一個 ring 嘅嘛對。哈，好食。你不是食件食嘛？我嘛就買好一隻啊，到底下平時一直食了時，伊甲我講我對嘅時候，別我個夾一啊對互伊，所以我嘛買一啊互我咯。我無 actually 買喏啊，我無位地啊，我係 back 就冇啊。แล้ว我講買一啊個。แล้วว่าเห็นตอนที่เขาเป็นลำมีแล้วแล้วก็เสียวว่าเป็นไซคลิงอีกก็สิ meat ใน product อ่ะแล้วว่า唔知嘅ว่าเทียอีเลเบลแล้วว่ามา講即是 biscuit 嘛講biscuit 咯tapi Biko lu biasa kong biscuit iya biscuit si pahang ya biscuit si jaga roti ne roti pau ne lu講herbs 啊，你講 herbs herbs 嗰個絲啊，嗱，叫到自己講係咪抄嚟啊？啊，你嗰個絲嗰我抄嚟，你抄嗰個絲 plants 啊，別使啊。tapi lo Biko giamo Biko giamo， 真真giamo giam 佢Australia，冇 Australia 較giam，Australia giam 咯，咧我朋友啊叫我炸面條咋。韓椒嘅物件㗎了，韓椒醬啦，會使，攞嚟嚟咯，我咪過咯，你會夾出來。韓椒還是韓椒醬？韓椒醬、韓椒 paste， 辣晒物件。冇 process 了會使，伊是蝦米？先加會話嘅物件，伊袂使。但係伊係人交代我講，你10分來我下午，伊講佢咧夾出來。一罐咧，伊問我這蝦米來，我甲伊講哦，這個 paste， 這個sauce，甲咧冇一粒。伊話是關事了咯，安尼在馬來西亞人啲澳洲。因為佢咧無按摩字嘅嘛，有咧物件無按摩字。特別啊，我接去英國本是英國無鹹啊。ท่าน่ะก็แกมแล้วว่าน่ะสิเกาที่อีไปกี่พอสิอ่ะว่าตันว่าควาอูฮามิออลังอ่ะสิกันเลยงะว่าชุกิกะอีลังอ่ะอีตะไปเลียอีออลังกะกันเลยงะบ่เลียแต่ว่า Oh my god ฮะอุยาตะไปออลังอ่ะที่แอฟริกา出來時啊อีลังตะไปไปเกียฮามิบ่要บ่จิจะเป็นเกียอีลังบ่เป็นเป็กลูเบซ่าเกียฮันนี่คนเนี่ยเป็นเกียจิบอูจิตาวอ่ะว่า看到啊อีคัสเตอร์人開一百啊半個咧物件出來一夾出來啊這個腰嘅卡一開腰嘅卡一邊夾啊笑แล้วอีกที่ข้าลูกอีหลังก็ why can I not bring this in อีก็บ่เป็นเป๊ะอ่ะโย่เสียวเรา冇 travel 過人啊มันน่าใจเหรอแล้วว่าต่อไป過時我講聽你樣 actually 是看人嘅樣看你看人樣冇 stop 得人嘅嘛有你看 passport 嘅啦真係事實แล้ว我看樣看你看就 actually 你注意看啦你 travel 時你注意看你掉夾心掉嚟啊你看樣看是啥淡薄講啊山菇呢淡薄山菇咯整個像 Christmas tree 樣就掉你唔是依 bag 個依 bag大包細包呢北掉呢可能你淡薄你成日講佢頭講淡薄像夾山菇啦夾菇咯是山夾亮啊叫亮啊夾亮嘛呢度一直就是條十路咯成個我你那時你講你是歧視啊你那是你講情緒你在那把你成個你情感呢看得到啦你看得出嚟你情感上水咧可能是情感 OK 情感上水佢情殺佬鬼看因為我唔真係掉我頭邊條茶路咧我特別行過嘅時我穿coat我穿水嘅 shirt แล้ว我係 bag 本時我有 no any bag 呢嚇你買成地 bag 本我特登穿下面啦legging上面 because 都貴下你物件時啊未等先嘛我哋落去講情況啦，等陣個 bell 啦，偷嗰邊。你 luggage 就是冇把扎，還是八個夾一包。你話了一條就炒了誒。有咧啊，伊要成個要別，因為 bag 啊紙個。好啦。你過時，我特別你過時就 confident 咯，就成啊。
係啦，無事啊，你緊行出去。我知道是因為我what did you shop 因為我講 of course what did you buy 我講some clothes and many pairs of glasses 我講我答你啊我講how many pair two four pairs of glasses 你是笑啦把我講啊伊無隻我伊甲我講嘅有你真衰啊你 officer 樣特別樣較濟嗬樣真嚴嘅樣較少我哋驚你啊真啲嘅伊夾掉你 passport 啊啲甲講咪還你 passport 後面還咗我走了我最大波嘅應該就冇一個朋條本都好難殺掉那就冇學嗰個學史馬來西亞係 best 馬來西亞話馬特別是係佢家要去打咩對係是做上地事哎冇看啦哎把都冇看到嘅你講你看大波嘅全佢大波乜結差一次到電話伊無 auto gate 咩冇定到是冇啦定到把路上個不是行下嚟 normal 排隊排個長長嘅我特擺行去 auto gate 嘅我咪講我甲別人嘅我未喎我冇睇 auto gate 即是residence 9年嗎如果接泰國都不是要排隊嘅都過馬來西亞時都會我是講接馬來西亞我接馬來西亞我特擺除 auto gate 嘅冇攤咧你 immigration 是 immigration 你過下你 checkpoint 是 checkpoint custom separate from 你是講 custom 是無我是講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咪你按照你攤 auto gate 嘅是唔是 KL 我是馬來西亞你是 resident 嘛我想你是馬來西亞嘅人咩我有馬來西亞嘅 passport 咩要攞本啊你不要聽啦不要緊啦俾你估啦冇插咗啊冇你應插曉咗啊你講到對榴蓮個係咪物件特別榴蓮嘅 flavor 物件唔知有榴蓮嘅 skin care 喎哎呀！我點那大隻食嘢 skin care 食就去我覺得人走都冇出去你人有捌拄着人著食榴蓮著病食榴蓮搞甲伊人著病我有捌拄着一個阿摩人佇檳城我係 club 邊我佇游水時我看到一個老阿摩人啦老阿摩人伊是大佇檳城嘅啦伊本地了嘅啦所以伊佇行伊擺卡所以我要開喙講話甲伊啦所以我講我係咪數擺卡啊伊講你有點寫我講你聽真啊長嘅故事伊甲嗰一個阿摩嘅朋友伊人愛食榴蓮嘅啦所以榴蓮當嘅時啊有一道伊人老人無食暗頓伊人去買3-4粒嘅榴蓮切落甲一個無袋嘅酒 whisky 啦Johnny Walker 所以伊人直啉酒輕下咧咩伊掉一個 stroke 對會倒嘅伊 stroke 掉伊規正手柄袂叮當了慢伊較好試甲會叮當why 啊做咩事啊 because 人講伊個榴蓮 inhibits the it inhibit the aldehyde dehydrogenase 你若是啉酒你特別有 aldehyde dehydrogenase to break down the alcohol 所以歹勢我袂曉你看你物件我袂曉講福建話so 你袂使啉酒你若是啉酒你先甲得 alcohol poisoning 嘅呢變大去啦你先會because 你會打白伊上個安怎講上個你啉酒伊是無打 dehydrate 咯無打唔是 hydration 係數唔是 hydration 係數你打你會打唔是打掛你會掛
你會掛被阿摩係咪？阿摩係咪 your liver 哦 liver 你會 liver 被 metabolize alcohol，OK？咱有啉是只有只一個 Asian 不是？哈，成個我被啉酒是安尼款嘅意思。啊，我是無，所以我本地被啉酒嘅 ，because 我無 aldehyde dehydrogenase。特別真係奇怪哦，真係嚟落我係馬有，了我係中國本有。嚇？按照講未啉酒，你會。我啉酒呢，我食一喙呢，我弟弟無好事，我頭殼真係痛，上個被爆，上個頭殼被爆炸，了我係皮個了硬起來，了個會起按照講 hives。項目嚇項目，了夾帶真係夾帶。哦，我真係食個酒做物件。我係爸本是未食酒嘅咯，我係爸本未。特別我係馬誒，我係中國本誒。你啉酒？嚇，真係嚟咯。我都食個酒味。酒做嘅物件。有榴蓮嘅酒無啊？Baileys 嘛做咯。Baileys 唔是成個榴蓮嘅味啊 ，Baileys。嘛是香咯，真係。冇香 ，Baileys 冇香，Baileys 香香。Baileys 是kopi。咁多隻 kopi 啊呢，古靈啊呢。嚇，kopi 古靈嘅酒。冇，榴蓮嘅酒啊，嘛是真係紅香咯。你成個講食啦 ，stroke 咯，差唔多先啦。叫做 stroke 咯，一票。不要叫。弟弟你愛掉 stroke 的。原來我一個紅十字嘅呢。有骨頭嘅sign。毒藥嚟，毒藥嚟。你奇怪嗬，一個伊是 fruits， 特別伊袂使做酒，伊袂使加酒參做酒。伊袂使參酒。我唔知是正嘅。我聽人講規定，到講啉酒，啉酒榴蓮袂使啉酒。袂使啉紅酒嚇，食迄個多。就是我唔知啦，即係阿莫人就是老了，你唔知伊是本地被捉啦啊，差唔多掉塔了，伊 system。跌落啊！一頭塔都去冇去啊！我好笑。特別我每伊，你所睇下你未食榴蓮啊？伊講，菜，我弟弟我個食個，個食未死啊！食榴蓮咪尋酒就 OK 嘛？OK 咯，OK。特別本是啉酒啊，阿莫人。特特你啉酒嘅啦，特特你啉酒嘅，冇啉酒。有啦，有阿莫人冇啉酒嘅啦，特別較少啦。我有看過一個啊，一個英國人啊，冇咪啉酒嘅，奇怪咯。嚇？伊教我嘅朋友教因可以，當人教因學阿莫啦，特別伊只暑假伊先靠做，伊冇啉酒嘅好笑咯，伊 stack nice 啊，伊啉啊下咧曲。哈利較無簡單啊，較無普通。嚇，你奇怪嗬 ？Maybe 只暑假 Asian 搞做嘅事咯，不對。可能，特別 Asian 不是啉酒嘅嗎？有啊，真係似 Asian 係啉酒嘅。韓國人。馬來西亞本，安哥，你看安哥坐啲咖啡店啉酒嘅。แล้ว你ขี่ตัวชายกวนในสีอีหลังโจลวนก็ยำเซ็งกับปอคือลำยำเซ็งกับลวนอะไรกันแล้วสีลิมจิ้วเองไหม對，我人對，我 OK，那一道我咪是一道對起是我咪是講對，咱去人教會是咪是有 champagne 呢？早起是 hotel。我未怪你冇啉啊，你屋企。我冇啉，了是花生。係啦，特別我怕生啊。我感覺我到底唔會機會嚇，我 on the way 對我一個人嘛 ，on the way 對嘅時候，我講叫隻牛，我講冇食到，我冇食到啲 champagne，我講唔知會較好食啦嚇，未必係貴嚇，因為較好食。好食。我咪是叫咯，我講係 half 到嗌啊，都夠啦。
都夠日子啊，嗰係合。想可以學路街的姐啊！想個我攞你姐。好似依個拗你慣，只新嘅因為拗。我平時冇點少嘅人嘛，所以我多啲食條 between 我 course 嘛是要 cheese 嘅 fruit 嘛，個 nut。我講話係，我講話我 champagne 就代表我係半係拗咧。你好啊咯，哎呀，咖啡師冇好食，冇食。我你個派食多格我，你話硬你你計拖啊你 dessert wine 啦，啲啲嘛，都話熟㗎，只傾嘅。我個見我個唔加啉就啫，我夾講我啲啲係你啉得都熟㗎，啲啲很甜。dessert wine maybe 我係熟㗎咯，喂，水啲。水酒啦，咁一啲。Plum wine 啊，要咩水我好啉啊，我熟㗎。哦，要咩水是你啊？Plum wine。唔是你只啉酒，人食成件啦，是只啊。你啉酒啦，唔知，係你飲。我真係要咩水，電視叫拍廣告嘅喎。冇啦，要咩水你使拍廣告？未使咩？馬路酒換機未使拍廣告咧，馬路。特別以前成日播要你看要咩水？係你是當。有名酒啊，唔是有名酒，唔是有咩？係你是當。哦，有咩水本是上加上片呢，水正緊嘅咯，但是都直直啉嘛。你唔知嘅，因為伊正順嘛。上邊只可喎。light 貴，我加咗可啦，看下面嘅票。嚇掉啦。有甜嘅。看下面票。我等陣會做。我知道啦。No， 做上邊人都做。Irish coffee，然後你嘅 whisky。就是Bailey 是 Irish coffee 嚟咯。係咯，真係好飲。我自己做啊，我都自己泡，即係泡個 beer。後面 whisky 本嚟啊。嘅用係 espresso，然後嘅 one shot 嚟，唔係 one shot 啦 ，half shot 嚟 whisky 落去。冇後面 whisky 本嚟啊，後面 brand 本嚟啊。我俾是。咪帶本嚟啊。係 JD 落去。字幕落去。我俾記名。我看我係背記手下面票嘅。要咁都講嘅咩？有啊。呢個 wine 嘅冇。First class 都冇上咋 ，first class 係 wine 都冇上嘅，較好嘅。伊用下你家裡去來嘛來啊，冇上。加減嘅嘛，用人家裡去來。有較好嘅。Jameson Irish whisky，我喺 Canada 咩 ？Irish whisky 冇啉過。有哦。我咪有，貴節我知。Krug。啊 Krug 嚇。咩講嘅 ？KRUG Krug。啊，你是一種嘅carbonated wine 咯，成個 champagne 嘅呢。啊，邊唔是只 champagne？你係你冇嘅咧。你若是講 champagne 是特別法國嘅，特別蝦米嘅國家本有係伊朗家己嘅種嘅 carbonated wine， 所以成個德國嘅是叫安怎叫哦？德國本有了伊嘅意大利嘅人本有伊朗嘅種嘅champagne。哎呀，我未記得了個名了啦。我是無啉酒嘅人，我未記了啊。特別法國嘅是較出名啊，而家法國嘅是法國嘅是正就是 champagne 啦。要搬 area 嘅，即係 area 嗱 area 做貴啦，覺得貴嘅。嚇 ？Krug 係咩 country 啊？我唔知。Krug 是德國。你都講到啲背記丁嚟嘛，嗰時啲下你諗上邊嚟。啲背記丁。背記丁真正犀利，拗到個幾好都冇拗。本地背記嘅拗到只 A 啊嘛，只犀利。我特啲學到嘅時候就呢個大拗啊，特別我
我唔加，我冇suka啉喎，伊烤喎，伊比較胖，我就suka，我唔知係咪是烤。烤伊有個烤嚟味，烤冇 suka。白色嘅葡萄都酒都未烤嘅啦嘛。伊真正伊若是真正大呢，伊烤起。dry 啊，dry 好嘛，揾你隻較甜嘅。OK，so champagne 是法國嘅了Japanese 是 plum sake 本是真好啉。plum sake 啊，我啉燒呀，嗰時愛加酸嘅。唔是燒嘅，唔是燒嘅，啉嘅先係。我不啉真好啉本。我冇suka，但係我冇suka啉sake，你看你佢頭勁啊，啉落去隻頭隻。個甜，一個甜。soju 啦，sake 啉落去頭甜咯，係你咪嘅。你們是。但係我冇加，我 OK，一個腦嚟我未。係你韓國加係你過嚟嚇。我未啉咗隻。酒煮嘅物件真好食嘅。啊，我酒煮嘅我可能食咧咯。煮嚟姜噶煮雞。我炒下面我本倒淡薄酒落去，酒鬼。你等人食，你有淡薄酒啊，好胖。是咯。成家脆啊，我是脆糊，係咪面嘅淡薄？對。而且你紅糟是真好食。紅糟煮米線。紅糟煮雞。脆雞頂好食啦。糟掉，喲，我未知啊 ，OK 啊，小打。有了，幾脆隻啦！我5點咗咯。我這邊5點未早起啊，會使食點心嘅。我是去食點心等陣，我11點了。雜包玻璃係啊，雜包玻。我困啊！雜包跌得咯。點呢？八海。八海你馬仔買去吹毛等等啊！你啲邊呢？我安怎先啊？俾你貴字就叫你嘛，攞掉到貴景嘅都變一隻病嘅。攞到貴點啊？都係病。係咪話明啊？我俾這邊4點 Apple。4點啊？4點。哦，4點了。哇！我怎麼食淡薄咯？5點鐘。我食。你韓國中嘅頭媽嘢 background 是我11點。你拉嘢白白嘛，你暗暗嘅。你冚起來嗬，嗰時是暗暗嘅見，嗰時貴嘅。又唔會用一暗住一度叫。他那是阿妹了咯，他那是10點了阿妹。我借落這邊嘅是2點嘅噃。哇！2點鐘啊，人。哇！我4點半借個等陣。10點鐘啊，我啲車我有食啦，我食係咪？我看到要食 sushi。我食 sushi。哦。OK，感謝各位聽眾，嗰代收聽邊啲學嘅，我能講榴蓮咧，但是講你自家就食榴蓮咧，人都講你自家食係咪螃蟹榴蓮？然後個我哋即係禮拜特別嘅邊啲就乜早起咧開車咯，香港啦，香港呢情況係話要榴蓮咯。我冇榴蓮啫，有個好啊，我哋要等下個節嘅真係食。唔知啦，夏威夷鋪咯。avocado 你嘛乜都有。是咯，avocado 咁貴嘅杯。哎呦，大粒咯，特別正水啊！伊 avocado 只大粒。特別啊，我講你聽夏威夷嘅貴子啊，我食到伊人嘅 online 啊，白邊個飯嚇，真做好食，第好食，好食嘅。哈，伊人嘅貴子真好食，伊人嘅 online 是第好了。哇，你大粒！啲貴世界啊，伊人嘅 online 第好食了，這啲無水咗一句。會掛都會知哦，會掛都會知哦，未掛。未，哎呦，嗱我冇出家食 online 都是掛字啊，我個個我去 surfing 是去揸去試啊，對來是一隻攞粒嘅 online 人攞人隻攞粒嘅 online 本。我都冇聽，這樣未，你冇想過我人是咩？冇水咗一句，冇賴咗一句。真係好食。嚇，貴去教人啊，買啦！我只貴去教人貴咯。嗱，我只寫啊，我同你講。但鹹啲夏威夷真係貴嘅。啦，是啦。伊諗特別叫 jeep。特別你特別本地物件咧，正本地特別用 island 定托唔通制。嗱，我平時行我，但我唔係攞善行哦。
有啦，要我買啊買介濟呢。我掉阿 John 啊，我掉甲抓第一屆是啲 Hawaii，哦，啲 Big Island，Big Island。你講我猜我出過。我買個口嘅你是，我去Big Island，我坐一車，阿妹是一車個了去即係甲抓那邊。但係那個咧，要嘅是個了甲抓唔是？嚇，係你是啲 Hawaii 啦，啲 Big Island。哦。OK， 喂，等陣講緊，特晚咧特別嘅面是走去咧部幕，唔是開車。開車。啊，了香港、英國中加雜波部，咁樣啦。拜拜。拜拜。拜，再見，拜拜。拜拜。好，去隨便幾隻啦。對。我去困了，我了了。OK，拜拜。OK，拜拜。然後多謝拜了，你人若是到啲YouTube 嘅人咧，咁成日諗住聽下，即邊即定你拜訂正拜看 miss 嘅 episode 咧，即邊嘅 subscribe 時你訂你正就好，伊同啲路若是往做 live 嘅時同啲路人哋去，一個正俾 T-shirt 嚟嘅，拜。